你係咪都試過？明明仔女都大個啦，自己又退咗休，照理講唔使再為兩餐貧無，但係夜晚瞓喺床上，個心硬係翳住，日日仲愁過返工，個腦裏面總係轉唔停，驚個仔供樓太辛苦，驚個女同老公嘈交，驚啲孫讀書唔夠人叻，甚至連新抱買餸貴咗幾文，你都會喺心裏面戚然。你身邊好多老朋友可能都係咁，聚埋一齊飲茶，10句有9句都係圍繞住下一代嘅煩惱。大家勞碌大半生，後生嗰陣捱更抵夜，以為老咗就可以享清福，點知退落嚟之後，身攰心更攰。你以為呢種無微不至嘅操心係偉大嘅父愛母愛，係為人父母放唔低嘅責任，但其實喺佛學嘅智慧裏面睇，呢個根本唔係愛，而係你喺度強行干預緊別人嘅因果。你將人哋條命硬生生孭咗上自己個膊頭。講起因果，民間一直流傳住一個關於佛陀同阿難嘅典故。阿難係佛陀嘅堂弟，亦係佛陀身邊最親近嘅侍者。阿難由細到大都覺得自己好有優勢，佢心裏面總係有個隱秘嘅諗法：佛陀係我堂哥，法力無邊，智慧圓滿，我慢慢修都唔緊要啦。到最後關頭，堂哥一定會加持我，拉我一把，等我自然開悟嘅。點知有一日，阿難遇到大劫，爭啲連清淨心都保唔住，差點驚成大錯。佛陀雖然喺危急關頭救咗佢，但事後語重心長咁同阿難講咗一個好深刻嘅法理，大意係話：各人食飯，各人飽；各人生死，各人了。就算我係你堂哥，就算我已經覺行圓滿，我都冇辦法代你修行。你嘅業力始終要你自己去消，你條路始終要你自己行。你睇，連佛陀咁大智慧、咁大能力，都清清楚楚明白因果自負嘅道理，絕對唔會去包辦身邊親人嘅人生。點解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反而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仔女嘅命運呢？好多人成日去廟裏面求神拜佛，求菩薩保佑全家平安順遂，求啲仔女事事如意，逢凶化吉。但其實每個人嚟到呢個世上，都有佢自己嘅功課要做，有佢自己嘅劫要歷。呢啲劫就係佢哋靈魂成長嘅養分。你見到仔女行得辛苦，遇到挫折，做父母嘅心痛，呢個係人之常情。但如果你下下都衝出嚟幫佢哋擋風擋雨，甚至連佢哋兩公婆點樣相處，點樣教小朋友，你都要管到足，咁你其實係剝奪緊佢哋成長嘅機會。你幫佢擋咗今日嘅小風雨，佢日後就可能要去面對你擋唔住嘅狂風暴雨。我見過好多上一代人真係將自己奉獻到一滴都唔剩，退休金自己唔捨得使，全部抌落去幫仔女換大屋，自己一身痛症，關節都退化晒，都要每日命過去幫手湊孫。結果呢，煮餐飯唔啱口味，可能要俾新抱或者女婿面色睇，教孫嘅方法唔同，又惹嚟仔女埋怨，搞到自己一肚氣，晚晚失眠，周身病痛。你覺得好委屈，覺得自己犧牲咗咁多，點解換唔到一句多謝？其實你係將自己嘅能量耗盡喺一塊唔屬於你嘅田地入面，你荒廢咗自己內心嘅花園，走去別人嘅地裏面強行拔草，最後人哋未必領情，你自己亦都枯竭晒。所謂嘅晚年命數，好多時唔係天注定你要受苦，而係你個心唔肯放手，你將心力全部向外攀援，放晒喺仔女親戚身上，偏偏唔記得咗照顧自己。你越係想幫佢哋鋪好條路，佢哋就越係學唔識自己行。你越係操心，你個心就越亂，心亂咗，身上嘅磁場就會變差，原本屬於你嘅平靜同福報，自然就由呢啲無形嘅缺口度漏走晒。要明白，真正嘅通透，第一步就係卸低，卸低唔屬於你嘅因果，卸低你想做救世主嘅執念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覺得好唔忿氣。我明明係出於一片好心，掏心掏肺出錢出力去幫手，點解到頭來反而惹人憎，搞到一家人面阻阻？我哋喺呢座城市見過太多呢種攞苦離身嘅上一代，就當係講個故仔。我識得一位長輩，我哋叫佢做蘭姨啦。蘭姨退咗休之後，
原本可以去打下太極，同班老友記去飲下茶，但佢放唔低個仔，見到個仔同新抱要返工，佢就主動提出每日過去幫手湊孫、煮飯兼做家務。一開始大家都好開心，但日子耐咗，摩擦就出嚟啦。蘭姨覺得自己為咗頭家連腰骨都痛埋，新抱放工返到屋企，竟然淨係識得擋電話，連碗都唔洗。新抱又覺得奶奶管得太寬，由啲孫着幾多件衫，到買咩牌子嘅奶粉，甚至連兩公婆放假去邊度玩都要過問。結果因為一件好細微嘅事，大家炒咗一場大鑊。蘭姨喊到口水鼻涕一齊流，覺得自己受盡委屈。我將條老命都豁出去幫你哋，點解我要做衰人？其實蘭姨唔明白，佢覺得自己係幫手，但喺佛學同因果嘅法則嚟睇，佢呢種毫無邊界嘅介入係一種無形嘅控制，更加係剝奪緊仔女成長嘅福報。民間有一句老說話叫拔苗助長，一棵莊稼要生得好，根扎得深，就一定要經歷日曬雨淋、狂風暴雨。如果你驚佢受風吹，特登同佢起個溫室，甚至見佢生得慢，心急去扯高佢，最後呢棵莊稼一定會死。呢個道理放喺人身上一樣講得通。佛家有句法理講得好透徹，自作自受，非天非人所作。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冷漠，但裏面藏住最高嘅智慧。意思係話，每個人今生遇到嘅困難、挫折，無論係經濟上嘅壓力、婚姻上嘅摩擦，定係教養下一代嘅煩惱，全部都係佢自己今生必須要去面對嘅功課。呢啲功課唔係個天特登整慣佢，亦唔係其他人強加俾佢，而係佢自己嘅業力同因緣和合而生嘅。當你見到仔女面對人生難題，你第一時間撲出去幫佢搞掂，你以為係幫佢化解咗一場災難，但其實你係沒收咗佢做呢份功課嘅機會。你幫佢出首期買樓，佢就永遠學唔識點樣為自己嘅慾望去精打細算。你幫佢湊掂晒啲孫，佢就永遠體會唔到為人父母嗰種日夜操勞嘅責任感。你介入佢哋兩公婆嘅嗌交，佢哋就永遠唔識得點樣喺婚姻裏面互相包容同退讓。你幫佢擋咗眼前嘅因，佢日後就結唔出成熟嘅果。更可怕嘅係過度嘅幫忙，往往伴隨住怨氣，好似蘭姨咁，佢一邊做到隻狗咁，一邊心裏面又覺得委屈，於是把口就忍唔住會抱怨，會單打。喺佛學嚟講，呢啲抱怨就係喺度做緊口業。你原本出於善意去幫人，但因為跨越咗界線，搞到自己身心俱疲，最後由善意衍生出嗔恨心同怨氣，將自己原本積落嚟嘅福報留得一乾二淨。呢啲真係名副其實嘅賠了夫人又折兵。我哋成日講慈悲，但真正嘅慈悲係需要邊界嘅。冇智慧引導嘅善良，就好似一把冇刀鞘嘅利劍，不但斬唔斷煩惱，反而會傷到身邊最親嘅人，亦會沾到自己遍體鱗傷。你俾仔女自己去跌下、痛下、苦下，等佢哋喺挫折入面生出應付生活嘅智慧同力量，呢個先至係對佢哋最大嘅祝福。你要相信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守護神，有自己嘅生存之道。你卸下對佢哋人生嘅過度干預，將條路交翻俾佢哋自己行，佢哋先有機會真正咁長大成人。你可能會諗，話就咁話，但始終係親生骨肉，見到佢哋有難，有咩理由見死不救？難道真係要鐵石心腸？其實放低拯救別人嘅執念，絕對唔係教你冷漠無情。就算你收到菩薩咁嘅境界，有3個人嘅因果，你係絕對救唔到嘅。究竟係邊3種人？佛門入面有句好出名嘅說話，叫做佛有3不道：無緣者不道，無信者不道，無緣者不道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嗰啲同你冇善緣嘅人，唔信因果法則嘅人，同埋自己根本冇心想改變嘅人。呢3種人，就算佛菩薩親自企喺佢面前，都係幫佢唔到。點解連佛菩薩都束手無策？因為因果法則係天地間最鐵面無私嘅規律。講起因果自負，佛經裏面有一個好出名嘅典故，叫做目犍連救母。好多老友記可能都聽過盂蘭盆節嘅由來，其實就係源自呢個故事。目犍連係佛陀座下神通第一嘅大弟子，法力非常之高強。當佢修成正果，
開咗天眼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想去揾自己過咗身嘅阿媽，想報答養育之恩。結果天眼一開，佢睇到阿媽墮落咗去餓鬼道，佢阿媽瘦到剩返棚骨，個肚大過個波，但係喉嚨就幼到好似支針咁，莫講話食嘢，連一滴水都吞唔落，日日夜夜受盡飢渴嘅折磨。木坑連見到自己阿媽受咁大苦，心痛到不得了，即刻用強大嘅神通變咗一壇香噴噴嘅白飯出嚟，直接送到阿媽面前。點知佢阿媽啱啱伸對手出去接，啲飯未擺落口，就已經化成一團一團紅紅燃燒嘅火炭。木坑連法力咁高強，上天入地無所不能，但點解連為自己親生阿媽食啖飯都做唔到？佢傷心欲絕去問佛陀。佛陀同佢講：你阿媽生前極度孤寒自私，做落好重嘅慳氹惡業，呢啲業力就好似一座須彌山咁大，就算你神通第一，都敵唔過業力。呢個典故講出咗一個好殘酷但又好真實嘅法理：神通不敵業力。連阿羅漢想幫自己親生阿媽頂罪，代佢受苦，都係絕對冇可能嘅事，何況係我哋呢啲普通凡夫俗子。我哋好多長輩成日覺得自己食鹽多過仔女食米，有足夠嘅人生經驗、人脈同埋積蓄去幫下一代鋪平條路。我哋用半生嘅心血幫佢哋俾首期買樓，用老邁退化嘅關節去幫佢哋日夜湊孫，甚至幫佢哋填補生意上嘅虧漏。我哋以為呢啲金錢同勞力就係我哋嘅神通，可以幫仔女免卻世間嘅苦難，保佢哋一世平安。但現實嘅結果往往係點？如果你個仔本身對金錢冇概念，唔識得節制慾望，你今日幫佢填咗一條大數，佢轉頭又會因為貪慕虛榮而增落另一筆卡數。如果你個女兩公婆本身脾氣火爆，唔識得互相包容，你日日過去幫手做家務，調停紛爭，佢哋一樣會因為雞毛蒜皮嘅事而大吵大鬧，甚至將妒氣發洩落你身上，嫌你多管閒事。你千辛萬苦俾出去嘅白飯，去到佢哋嗰度，最終都會變成燒手嘅火炭。點解？因為你改變唔到佢哋內心嘅貪嗔癡，你代替唔到佢哋去修養自己嘅脾氣同責任感。佢哋性格上嘅缺陷，就係佢哋自己種低嘅因，必然要結出煩惱嘅果。每個人嚟到呢個娑婆世界，都有自己專屬嘅功課要做。呢個世界嘅運行法則，就係各人要為自己嘅選擇埋單。就算係最親密嘅人，夫妻也好，父母仔女也好，大家嘅緣分都只不過係喺漫長嘅輪迴裏面，互相扶持住一齊行一段路。你可以喺佢跌倒嗰陣遞把遮俾佢，但你冇可能永遠孭住佢行完落去嘅路。有位長輩見到個女同女婿成日嘈交，心痛個女受委屈，於是每次嘈交佢都企出嚟大鬧女婿，甚至叫個女執包袱搬返娘家住。佢以為咁樣係保護緊個女，點知搞到女婿面子掛唔住，兩公婆關係越嚟越僵，最後甚至搞到要簽字離婚。呢位長輩出於100%嘅愛，但佢無底線嘅介入，反而加速咗段婚姻嘅破裂。佢剝奪咗兩公婆自己去磨合、去化解矛盾、去承受婚姻因果嘅機會，放下拯救別人嘅執念，唔係叫你變得冷血無情，而係對天地法則嘅最高尊重。當你真正明白因果自負，你就會知道適當嘅放手，等佢哋自己去撞板、去受苦、去反省，先至係最深沉、最有大智慧嘅慈悲。唔去攪動別人嘅泉水，佢哋先有機會睇清自己水底嘅污泥。唔去插手別人嘅因果，你自己嘅心田先至可以騰出空間，生出清涼嘅蓮花。你嘅晚年唔應該係人哋生命嘅避風港，而應該係你自己靈魂嘅修行場。講到呢度，一定有老友記會問：咁係咪即係乜都唔使理，睇住身邊人跌落山坑都唔扶？如果親戚朋友甚至仔女開口求我都撒手唔理。當然唔係，佛法講中道，唔係教我哋走向極端嘅冷漠。喺生活裏面，幫與唔幫之間有一條好清晰嘅界線。有種忙，一旦你伸咗手，就等於將自己下半生嘅安寧推落懸崖，萬劫不復。但有種忙，你幫咗，反而係廣結善緣。好多老一輩嘅人心腸好軟，
只要親戚朋友或者仔女一開口，就算自己啃唔落，都會死頂住去幫，結果幫出個大頭佛，搞到自己一身蟻。其實善良係需要有鋒芒嘅，如果唔係，你嘅善良只會變成別人傷害你嘅利器。喺佛學嘅智慧入面，真正嘅慈悲絕對唔包括以下呢三種越界嘅幫忙。第一種，堅決唔幫嘅，係超出自己能力範圍嘅事。好多父母有一種錯覺，覺得愛仔女就係要為佢哋傾其所有，甚至係擇鹿賣鐵。我聽過有個真實嘅例子，有位長輩自己每個月得幾千民生果金同微薄嘅退休金，本來啱啱好夠過活，點知個仔做生意失敗，爭落周身債，返嚟喊晒口咁求佢。呢位長輩心一軟，將自己曾自住嘅舊樓按咗俾銀行，借錢幫個仔填數。結果呢，個仔間公司最後都係執笠，層樓仲要俾銀行收返，搞到兩老臨老要搬去租無窗嘅頂房住，晚景非常凄涼。佛家成日講自利利他，呢四個字嘅順序好重要。你要先做到自利，即係自己企得穩，自己個心定得落嚟，然後先有能力去利他。就好似搭飛機遇到急降，空姐都會教你一定要先幫自己戴好氧氣罩，然後先去幫身邊嘅小朋友。如果你連自己條命、自己嘅晚年安穩都保唔住，你憑咩去幫人？你耗盡自己最後一滴血去幫佢，唔單止解決唔到佢嘅根本問題，反而會令佢覺得反正有事阿爸阿媽會墊底，永遠學唔識承擔責任。呢種幫忙係一種共沉淪，係將大家攬住一齊死。第二種堅決唔幫嘅，係冇清晰邊界嘅事。咩叫冇邊界？最典型嘅例子就係過度插手別人嘅家事。好多長輩好鍾意做和事佬或者大家長，見到仔女兩公婆嗌交，就要衝出嚟主持公道；見到兄弟姊妹分身家有爭拗，又要出嚟做架梁鼓語。有句說話講得好直白，叫做慈悲生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。意思係話，如果你嘅慈悲係冇底線嘅，就會惹出無窮嘅拿端；如果你俾人太多唔合理嘅方便，反而會養出別人不知進取、推卸責任嘅下劣品行。婚姻關係、夫妻感情係兩個人之間最私密嘅業力交織，佢哋點樣相處、點樣分配金錢、點樣教養佢哋嘅下一代，係佢哋必須要共同面對嘅課題。你一旦以長輩嘅身份強行介入，件事嘅性質就變咗。原本係兩公婆耍下花槍，你一插手，可能就變成兩個家族嘅尊嚴之戰。幫你唔幫親，人哋兩公婆闖頭打交，闖尾和，轉頭和好如初。你呢個做醜人嘅奶奶或者外母，就永遠變成咗破壞佢哋關係嘅一條刺。如果幫錯咗，搞到佢哋真係離婚，呢個因果你孭得起咩？守住自己嘅邊界，別人冇開口求你，你絕對唔好主動去指手畫腳。就算別人開口，只要係涉及佢哋個人命運抉擇嘅事，你最多只可以俾少少意見，絕對唔可以代人做決定。第三種堅決唔幫嘅，係唔識感恩，純粹消耗你善意嘅事。呢個世上有一種人係名副其實嘅能量吸血鬼，你對佢好一次，佢覺得你係大好人。你對佢好10次，佢覺得呢啲係你應份嘅。到第11次你幫唔到佢，佢就會周圍唱你，話你冷血自私，將你之前嘅10分好抹殺得一乾二淨。我哋身邊梗有幾個呢啲親戚或者舊朋友，成日借錢唔還，或者下下攞啲雞毛蒜皮嘅麻煩事嚟煩你。你以為自己喺度積陰德，其實佛學講緣分，施與受都要睇緣分。對於嗰啲將你嘅善良當做提款機，唔識得珍惜同回饋嘅人，你不斷去幫佢，其實係喺度助長緊佢嘅貪婪同自私。你嘅每一次妥協，都係喺度為自己種緊惡緣。你嘅福報好珍貴，你嘅善意好值錢，絕對唔應該嘥喺呢啲純粹消耗你嘅爛桃花身上。遇到呢啲人，最智慧嘅做法就係果斷斬纜，學識優雅咁拒絕，一句真係唔好意思，我而家年紀大咗，心有餘而力不足啦，就足以將呢啲消耗擋喺門外。斬斷呢三種幫忙，你嘅生活起碼會清靜一半。但講就容易，做落點解咁難？點解明知會辛苦，明知會惹人憎，
好多老一輩都仲係飛莫過去，攬晒啲麻煩事上身。有啲人話係因為太愛下一代，真係放唔低。但係當你夜闌人靜嗰陣，你試下摸住良心問自己，你咁緊張佢哋，甚至乜都要管，究竟真係100%為咗佢哋好，定係為咗掩飾你自己心入面嗰種空虛，為咗向全世界證明你仲有用？呢個問題聽落好似好尖銳，甚至有啲唔俾面。但我哋既然講開佛學修行，最重要嘅就係要對自己坦誠，連自己都唔敢面對，又點樣斬斷煩惱嘅根源？好多長輩喺大半生嘅歲月入面，習慣咗做頭家嘅頂亂柱，為咗揾食養家，為咗供書教學，你哋付出咗全部青春同心血。喺嗰幾十年入面，你哋嘅價值就係建立喺被家人需要呢件事上面。但隨住仔女大個，各自成家立室，你自己又退咗休，突然之間你發現頭家好似唔再需要你去做決定，仔女亦都唔再時時依賴你。面對呢種突如其來嘅清閒，好多人個心會好慌，覺得自己好似一件舊家具咁被丟埋一邊。於是為咗對抗呢種衰老同被遺忘嘅恐懼，有啲老人家就會下意識咁喺仔女嘅生活入面強行製造被需要嘅感覺。我哋試下舉個例子，有位長輩，我哋叫佢做福伯啦。福伯以前做地盤科文，本開幾十個伙計，習慣咗發號施令。退咗休之後，佢將屋企當做地盤咁管，個仔同新抱點樣佈置屋企，幾點鐘熄燈瞓覺，放假去邊度飲茶，佢都要過問。有一次，個仔冇聽佢勸，買咗隻佢覺得唔抵嘅股票，輸咗少少錢。福伯竟然喺屋企鬧足個仔成個禮拜，話佢唔聽老人言，食虧在眼前。福伯覺得自己係出於關心，驚個仔行冤枉路。但其實你慢慢拆解福伯嘅心理，佢真正在意嘅唔係個仔輸咗嗰幾千蚊，而係個仔竟然唔聽我支笛。佢嘅憤怒源自於佢覺得自己作為一家之主，人生導師嘅權威受到咗挑戰。佢無意識地將自己當做咗仔女人生嘅救世主。只要仔女聽佢話，佢就覺得自己仲係強大嘅、有用嘅。如果仔女偏離咗佢嘅劇本，佢就覺得自己失去咗掌控權，個心就開始內耗。喺佛學入面，呢種死攬住一個身份、一個念頭唔放嘅狀態，就叫做我執。金剛經入面有一句好出名嘅經文：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呢句話聽落好似好深奧。但如果用大白話嚟解釋，其實就係教我哋唔好太過執着於自己扮演嘅角色，亦唔好執着於別人應該點樣對待你。你做老豆、做阿媽，呢個只係你喺呢一生入面嘅其中一個角色。當仔女仲細嗰陣，你需要盡心盡力去照顧佢哋，呢個係責任。但當佢哋已經成年，有自己嘅因果要去面對嗰陣，你嘅角色就應該慢慢淡出。如果你仲係死死攬住我係你老豆老母，你就要聽我講，呢個我相唔放，你就會生出無窮無盡嘅煩惱。你要人哋永遠做一個聽話嘅細路，其實就係喺度剝奪人哋成為一個獨立成年人嘅權利。你嘅救世主情結表面上係無私奉獻，底色裏面其實藏住一種傲慢。你覺得仔女離開咗你嘅指導，就一定會搞磨件事，呢種傲慢就係一種極重嘅我執。因為有我執，你就會向外攀緣，將自己嘅喜怒哀樂全部綁定喺仔女嘅成就同順從上面。佢哋順風順水，你就覺得係自己教得好；佢哋遇到波折，你就覺得係自己做得唔夠，又或者怪佢哋唔聽話。你將兩代人嘅命運搞埋一齊，變成一團亂麻，大家攬住一齊唞唔到氣。真正嘅靈性覺醒就係要睇穿呢一層虛妄。你要明白，你嘅價值唔需要靠管住別人嚟證明，你嘅存在本身已經係圓滿嘅。放低救世主嘅情結，將視覺由外在嘅紛擾收翻嚟自己嘅內心，試下好似一個旁觀者咁，靜靜地睇住仔女去經歷佢哋自己嘅高山低谷。佢哋跌低，你可以俾個擁抱；佢哋求助，你可以分享下經驗。但佢哋嘅功課一定要留翻俾佢哋自己做。當你慢慢斬斷呢啲唔必要嘅攀緣，唔再去攪動別人嘅盆水，你會發現
原來放手並唔係代表你冇用，亦唔係代表你會變得孤獨。相反，卸下咗他人因果嘅重擔，你嘅心會突然之間騰出咗好多空間。你可能以為唔管閒事會令晚年變得好清涼、好霉，但其實所謂嘅改命轉運，從來都唔係求神拜佛，亦唔係靠帶啲咩開光法器，而係由你決定唔管閒事、收攝心神嗰一刻開始。點解我會咁講？我成日講嘅晚年運數，其實同你個清淨心有莫大關係。好多人以為去黃大仙或者觀音廟上多幾炷香，求翻個平安符就可以改運保平安。但其實所謂嘅改命轉運，從來都唔係求神拜佛，而係由你決定唔管閒事、放低執念嗰一刻開始。點解咁講？佛法入面有一句最核心嘅說話，叫做萬法唯心造。意思係話，你身處嘅世界，你遇到嘅人同埋事，甚至你嘅身體健康，全部都係你內心狀態嘅投射。你個心如果日日都掹得好緊，充滿住對下一代嘅擔憂，對錯過咗嘅事嘅懊悔，對人際關係嘅埋怨，你嘅磁場自然會變得好差。民間常言道氣大傷肝，思慮傷脾。你個心亂，身體點會好？晚年又點會安樂？古人覺得一個人嘅福報同運氣就好似一個裝水嘅木桶，你日日操心呢樣，干預嗰樣，下下想幫人頂包，就好似喺個桶底鑿穿咗幾個窿，你求神拜佛加落去嘅水，轉頭就漏走晒。當你真正做到卸低，唔再將別人嘅因果孭上身，唔再越界去管仔女嘅家事，你就等於將呢啲漏水嘅窿塞住咗，能量唔再向外流失，自然就會慢慢積聚翻喺你自己身上，對身心健康同晚年嘅安穩絕對有好大幫助。時刻想象下嗰種通透嘅境界，仔女翻嚟食飯，你開開心心煮幾味，聽佢哋講下笑，但絕口唔提佢哋應該點樣教孫，點樣慳錢。遇到親戚朋友訴苦，你遞杯茶，借個耳仔聽佢哋呻，但絕對唔會拍心口幫佢哋出頭，或者按咗層樓去幫人墊底。你將原本用嚟煩惱嘅時間攞去公園散下步、曬下太陽、拉下筋，甚至只係靜靜地坐喺窗邊飲杯熱茶。呢種日子唔係自私，而係大智慧。呢個娑婆世界本來就係一個俾靈魂歷練嘅大客棧，我哋每個人都只係過客。你生出嚟嘅仔女，你身邊嘅伴侶，都只係同你同路一段嘅旅伴。佢哋有佢哋嘅因緣，你有你嘅歸宿。卸下他人嘅因果，將注意力收翻嚟自己身上，好好照顧自己嘅肉身同靈魂。呢個先至係你晚年唯一，亦係最重要嘅功課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放過自己，亦都放過身邊嘅人。天地之間嘅風雨就交翻俾天地去管，別人嘅功課就留翻俾別人去寫。守住你自己嗰方寸清淨地，你嘅晚年自然會有一片廣闊嘅蔚藍天空。最後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，寫出嚟個心會鬆啲。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試下點讚、訂閱呢個頻道，將呢份通透分享俾身邊嗰啲仲喺度日夜操勞、放唔低嘅親朋戚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